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捐援台湾3亿元美金，将其原额按算收发，让美国会当卖攻击性的武器给咱。巴基斯坦遭受一场几200人的政治集会，所发生自杀炸弹攻击事件，上无有44个人死亡。挪威一个女爬山专家哈里拉，是用92天爬就世界14座8000公尺的山，破世界上近纪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关心美国卖咱武器的议题。美国总统拜登是宣布用总统拨款权送咱3亿元美金的捐援，将其原额按算要收台湾关系法，让美国会当卖攻击性的武器给咱。中国央视播放强军东部战区第71集团军直升机伫万纳因海执行实弹射击，发射真一粒空对地飞弹的画面，针对性十足。而且时间点拄好伫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动用总统拨款权提供台湾3.45亿美金的军事援助了后，美国的总统提用权是在这一个除了对台军售以外，是对台湾加强自我防卫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和美国之间一向保持很紧密的这一个沟通跟协调，未来会在这个安全问题上继续维持。看强军持续以武力强化台湾，美国跨党派众议员搁再提出透过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法案，按算修改台湾关系法内底对台军售必须是防御性武器的限制，授权美国未咱会当阻止强军侵略的攻击性武器给台湾。其实任何武器都可以用来攻击，也可以用来防御。这个法案等于说，其实就是扩大了未来美国对台军售的弹性，解除这个限制，它是象征性的意义。是不是所有可以维护台湾安全或增加台湾防卫效益的武器都可以出售？法案嘛要求美国政府应该加速处理交付延误达到190亿美金的对台军售，建立美台常态性军演加训练交流，并指示财政部成立台湾重要弹药添购基金，希望当年投入至少20亿美金，确保美国甲伊的盟友协防台湾的时阵，会当有够的弹药库存。不过，这项法案必须通过委员会审议，并且伫参详2院拢过关，予总统签署了后才有效。记者综合报道。所谓部长邓宏进前讲，英国的卫星服务 OneWeb 可能今年底范围内包含全台湾。所谓部就表示，要利用低轨道的卫星，提供万不因来战争的时阵，通信网络应变能力会较好。全国各国的厂商拢会列入考虑。因应战时通信系统可能失灵，日本自卫队伫今年3月透过代理商签约，开始使用全球市占率上大低轨道卫星供应商成联服务，目前配置伫陆海空三种部队、基地、驻防地拢10个所在。台湾嘛积极构建高轮性通信网络，所以部表示，目前不拜读任何厂商、国外业者要踮台湾，拢必须符合法规甲国安。如果是要走商业服务的话，它就应该要依照我们的电信管理法来做相关的落地的申请。卫星服务业者我们都表示欢迎，但重点是要符合法令跟国安的考量。所以部长邓宏表示，英国卫星服务供应商 OneWeb 渴望全台服务。根据了解 ，OneWeb 是有意愿加入所谓部的应变，也是暂时应用新型科技强化通信网络所谓轮性验证计划。这个计划会伫下半年开始，伫700外的测试点验证服务。那是上大供应商成联由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带队，目前已经有超过4500粒卫星的运作，占现有卫星比例超过一半。虽然是目前商用市场布局上完整的，不过学者坦白讲，政治风险相对较悬。为什么说星链来讲是比较经济的一种方式？那大家有时候会考量到这一点，因为它已经部署了全球的网络，所以这个是在这一边。但是的确就是会有一些的这个政治的风险。学者分析，在俄乌战争的时阵，外国媒体报道马斯克主导的星链范围引起各国的议论。虽然低轨道卫星确实在战争的时阵有通信比源的优势，不过有同款服务的供应商不哪一间，台湾确实会当多方面评估。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根据日本市调公司的资料，日本高中3年的学生上想要考的大学，关东地区是早稻田大学连续3年第一，也就是关西是连续16年第一志愿拢是关西大学。
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按算8月中签行政命令，限制美国的企业投资中国的科技产业，要封锁中国发展科技的资金。英国《Times》报道，非洲的年纪发生政变，民选的总统去互军方关起来。那西非15个领袖是发表共同声明，限制这年纪的军方1礼拜内要退出，若无可能就出兵。稍后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科技团队伫咧意大利罗马挖到一笪地下遗迹，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尼禄的私人剧场。这个剧场过去敢若捌伫咧文献当中出现。上尾是《华盛顿邮报》根据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资料。川普的官司提审，敢若是今年顶半年法律费用就开超过4000万的美金，恐惊是会出现资金危机。西非国家年日顶礼拜发生军事政变，这军方甲因的总统贝佐姆抓起来，佮推派新的领导人，甚至是佮想要牵渡外国势力，所以讲是发动军乐千人就街示威，佮走去破坏因进前的殖民国法国的大使馆。示威的民众烧法国国旗，摕大石头撞歹法国大使馆的窗门玻璃。西非国家年日26发生政变，现任总统贝佐姆和总统卫队并落来，军方随后任命查理将军做新领导人，并且想要将外国势力赶出去。礼拜发动几落千的支持民众行上首都尼亚美街头，将殖民国法国大使馆变作攻击的目标。民众大声喊法国死出去，同时喊俄罗斯万岁。看年日政变了后，情势恶化，由15个国家组成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礼拜伫奈及利亚召开紧急峰会，呼吁伫1礼拜内和总统贝佐姆复职，若无要用经济制裁加旅游的禁令，同时无排除出兵介入。In the event the authorities' demands are not met within 1 week, take all measures necessary to restore constitutional order in the Republic of Niger. Such measures may include the use of force. 参加会议的成员之一，查理总统2年前政变前台的代币，每日去年日甲政变领袖查理沟通。查理进前用电视演讲表示，伊决定接管国家，是因为极端武装组织已经来乱，使得国家的安全甲经济情势恶化，贪污的问题佫真济。不过分析认为，西非地区3年来政变正接，对区域民主发展甲稳定拢是一大打击。查理的政变行动实际上是得到瓦格纳佣兵组织的支持，这原来凸显俄罗斯势力伫西非的扩张，让当地情势变得更加复杂。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来看另外一场冲突，巴基斯坦遭受一场近200人的政治集会，却是发生自杀炸弹攻击事件，尚无造成44个人死亡，免200人受伤。不过到目前为止，也无团体承认犯案。警方表示，救援行动已经结束，所有受伤的人拢已经送病院，其中10几个人伤势正严重。当局讲，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增加，地区病院进入紧急状态。警方讲有证据显示，爆炸是因为自杀炸弹攻击，动机也无清楚。这个区域已经封锁。伊斯兰生学者协会、法查瑞曼集团3站伫咧西北部的开普普赫图赫瓦省的巴焦尔首府卡尔举行政治集会，几600人参加。由基金穆斯林教师拉赫曼所领导的伊斯兰生学者协会、法查瑞曼集团，是巴基斯坦主要的宗教政党，也是联合政府的党员成员之一。因为年底就要选举啊，真侪政治活动。爆炸发生迄当阵，拉赫曼人无伫咧现场，不过当地的领袖西奥拉是不幸死亡。目前也无人或者是组织出面讲犯案。不过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伫巴基斯坦的地方分支，进前不讲巴焦尔几落件攻击是因做的。巴焦尔不是伊斯兰武装分子的安全避难所。不过这几年巴基斯坦军方对因展开大规模的扫动，因也常常攻击军方加百姓。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接落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的局势。这罗西亚首都莫斯科昨透早是去互3台无人机攻击，有2栋大楼受损。
罗西亚政府当然指控讲这是乌克兰做的，美讲是恐怖主义。也若是乌克兰迄边，首都基辅是有一块号做祖国之母的纪念碑，即阵是按算改名号做乌克兰母亲，要强调过去苏联留落来痕迹。工作人员摕纪念碑顶悬象征苏联的推亚甲念岛，乌克兰首都基辅一个有名地标祖国之表，咧进行部分拆除的作业。目标是将盾牌顶悬的苏联国徽刷掉，改做乌克兰国徽的金色三叉戟，而且佮拍算将改名做乌克兰母亲。Моїй лінії пам'яті біжать покоління українців, які мріяли про такий момент. Момент, коли не буде чужих символів на нашій землі. 这大型的雕像伫1981年5月7到落成，是基辅有名的地标之一。伫第聂伯河边正边，是属于战争博物馆的一部分。乌克兰政府为2016年开始计划删掉雕像盾牌顶悬的苏联国徽，因为资金甲国安全的因素，迟迟无实际进度。中间后面部分是希望伫8月24，乌克兰独立日进前得到文化部的批准。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商业金融区的大楼外壁受损，因为有3架无人机伫30透早发动突袭，造成2栋大楼外壁小可受损，也有一个保全人员受伤。Около 3:43 я прям просыпаюсь от лютого грома. Я подумала, может гром, может молния. Смотрю, нет ни дождя, ничего. И я понимаю, что у меня собака забилась от страха под диван. 俄罗斯当局指控3架无人机参加7次攻击，其中1架伫郊区被摧毁，2架互电子系统压制，偏离轨道落伫非主题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俄国抵抗入侵的实力慢慢增强，战争已经豆豆啊转去到俄罗斯领土。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日本这阵啊，就要甲福岛的核废水漏入大海啊！所以讲，中国是下令严格审查日本的海产。伫咧中国的日本料理餐厅，因为买无海产，而且最近阁有真侪中国的网友串联，毋食日本核灾区的食品，所以讲即寡餐厅的生意变甲真歹。嘉义市片条真熟手，有路的沙西米餐店上岛。最近，伫中国的日本料理面临严重的挑战，毋但海产欠货，人客嘛因为惊辐射污染，毋敢上门。日本伫要甲福岛第一电厂核废水排放入海，虽然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总署的报告讲，这个废水经过处理了后，已经符合安全审查标准，毋过也是引起未少不满的声音。中国半个月前就宣布要禁止福岛等10个县的食品进口，其他地区的食品，尤其是水产，要100%查验。严格的做法，影响上大就是伫中国当地的日本料理餐厅。今回、私たちにとって一番大変なのは、日本から、放射能の処理水ですね。あれを開放するということで、今、中国の税関から海鮮が非常に通関するのに時間がかかるということで、今日本の海鮮類を全く購入できないという状況を迎えています。根据贸易省的讲法，目前海产进口等待时间超了3礼拜，国公已经经营日本餐厅8年外，真无简单会当挡过 COVID-19 疫情无成立，即卖怪面临人客甲海产拢欠缺，伊餐厅即卖来客数因为安尼减少9成。中国是日本上大的海产出口市场，毋过当核废水伫要排放的消息传出来，中国的社群网站就开始出现抵制日本核实的 hashtag 主题标签。比起餐厅头家正烦恼，一寡中国民众对政府严格的做法表示认同，认为安尼做会当互因放心食用查验了后的日本海产。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来看一个破世界纪录的女性，挪威的爬山专家哈里拉。伊是甲负责家带路的人，用92天搁半个月时间，爬就世界14座8000公尺的山，是全世界上介紧的纪录。挪威女登山家哈里拉甲伊的沙巴向导田迪，已经伫30平安登去巴基斯坦北部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
标定已经打出因完成任务的海报，顶面写着“恭喜成功爬上世界14座8000公尺以上的高峰，高创造新计划”。记的是92天来完成创下上短时间完成爬山的纪录。It's very important that it's not just the fastest woman, but it's the fastest person. My goal was to do it in less than 6 months. So when we didn't get the permit last year, I decided to do it all over again this year. 37岁哈里拉加天地日七，登上峰认为对登山家来讲上危险的山峰之一 K2。公顶的是也从尼泊尔出生的英国公民普尔加，伫2019年以189日登上14座世界上8000公尺以上高峰的纪录入新。目前全球40多人完成这个举动，不过大部分都是男性。哈里拉真有攀登的能力，不过为着要赚到资金，需要争取赞助，也未调工具一定费。那家己是人性赞助就较简单。今年伫家己讲，伊会当以山的考核之下，总算得到包括手表甲牌仔在内几间企业的赞助。For girls and women after me to see that we actually can go and break the records and that we can get sponsorship and that we can earn money on this. 迄日伫 K2 也有一项新纪录，就是尼泊尔人尼玛以17岁年纪加做全球上少年的登顶的人。K2 一向有上惨重的死亡记录，大部分无名的登山者是死伫落山途中，目前也只有几百名登山者成功攻顶。公司新闻5零编译。互人合作活化石的猴这款动物数量是一直在减少。有环保团体就认为讲，美国的生物制药公司拢用这猴的血来做实验，都是造成猴减少的主因。而且美国东海岸的保育人士阁指出，这猴的数量减少了后，大自然当中是有一寡野鸟靠食猴能过日子，即阵因找无者，恐惊就会受到牵连。伫地球已经活超过4亿年，有活化石称号的猴，体内有抗菌能力的蓝色的血，是生物制药产业用来测试新药啊甲试剂安全性重要的细菌检验剂。近几年来，美国东海岸为缅因湾到佛罗里达州的猴，互人大量掠去活体处理了后，再搁也放去海洋。不过大部分到这一步，拢因为失血过多死亡。伫保育团体强烈的谴责，像查尔斯核实验室这种猴血试剂的制造商，都改用新的作业标准，通确保处血的猴会当有更较好的存活机会。不过照常去保育人士批评。The problem is they want to increase the kill. So this past fall, they wanted to open up the kill to females. So right now it's an all-male harvest. They want to open up a female harvest, and so we're standing against that. 当年生两个季节，一个猴猴规定出现伫个科劳部，食的含有丰富蛋白质的卵，是海龟、大鸟甲海鸥重要的食物之一，嘛是受到濒危物种法保护。红腹滨鱼主要的食物之一。保育人士讲，甲顶世纪90年代比起来，目前猴卵的数量减少真侪，连带嘛，互受威胁的物种鸟仔生存更加困难。On Delaware Bay, we once had 100,000 eggs per square meter. So a meter is about a square yard, and that's on the surface. And so most of those eggs were making Delaware Bay thrive. Now we have about 10,000 eggs per square meter, so 1/10.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根据2016年的评估，甲大西洋猴列做易受害物种。同时，根据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统计，红腹滨鱼为1980年代开始，数量就减少75%。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日本今年是较袂钓到超过35度，所以讲因的气象厅就发到沙警报，呼民众尽量莫出门。因为这天气热，这款状况以后恐惊是会常常发生。所以讲，日本有一款展览是专门练电体量的新技术，咱做伙来看。喷雾中的水混到空气当中来降温，已经是不少公共场所互员工甲人客降低热的感觉的方式。这几年，佫流行个人穿地式的消暑装备，这老师穿真衫，毋是因为有心，是伫衫内底穿业者设计清凉避风。
若是查甫人用选择土地颔棍，互颔棍感觉真凉的状态，或者是穿亲像防弹假的衫，这设计拢一个共同目标，就是降低体感温度，甚至降低实际体温，来避免掉衫或者是其他体温升过悬可能引起的症状。由日本人类协会 JMA 策划这项展览，结合互个人感觉清凉甲工作场合包含关粉噪音等各种可能引起职业灾害问题对策。今年已经是第9届，除了个人穿戴甲室内降温，建筑外边的材料也照做业者设计季节建筑的重点。実際に職場、働いている環境での熱中症というのは実際に起こっておりますし、それによって命を落とされる方っていうのもいらっしゃると聞いてます。なので、この展示会というよりかですね、この業界自体を通してそもそも熱中症にまずならない、なる前の段階で抑えるっていうような技術をもっと世に普及してほしいとも思っておりますし、あとはですね、その働いている現場だけではなくて、普段の生活から対策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ともっといいなと感じておりますので、まだまだ先があると思っております。就伫这时阵，日本气象厅发出民宿警报，为东北福岛县到本州上西平鸟厝，气温伫36度到37度，关东的气温阁出现39.1度的惊人数字。针对关粉可能掉山，气象厅也针对47个都道府县中的19个发出掉山警报，提醒民众若无必要，就莫出外。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天气会遐尼热，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碳排放造成地球暖化。在交通工具当中，飞轮机的碳排放就真多。虽讲真正有真侪人为着地球好，怎改坐传统的长途列车？一家人也是几个朋友，坐夜行有眠床的火车跨国旅行，困起来也阁有早顿会当食，以这种方式游遍欧洲，真做新流行。奥地利联邦铁路表示，今年热天夜行列车的票已经卖了。作为全球永续发展带头的欧洲各国政府，也鼓励低碳排放量的铁路旅行。It's cozy. It's like a new experience you really have, other than flying, and it's better for the environment. So it gives also a good feeling that you're not like flying and was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stuff. 为比利时布鲁塞尔往来德国柏林的新路线是2023年中才开发，将至暗坐火车加登到早起，就到另外一个国家，互真侪旅客感觉方便。最近因为气候变迁问题日渐严重，互真侪旅客愿意放弃高碳排的飞轮机旅行。研发跨国铁路欧洲之称，特别强调坐飞轮机为伦敦飞去巴黎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火车旅行的14倍。不过25年来，有眠床的火车因为需求降低，发展停止，设备老旧、定慢粉、技术问题，甲变速定故障。另外，铁路路线欠整合，拢正做未来发展的阻碍。Well, the main issue is that, of course, it is very challenging to organize the train still because the timetables need to be adjusted all the time. 看好夜行列车市场，奥地利联邦铁路伫2018年就向德国西门子订33台有眠床的列车，预计今年底加入营运。法国一间新创公司也甲有眠床火车制造商合作，计划伫2025年重新推出不列受欢迎的巴黎、米兰到威尼斯的路线。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非洲国家肯亚真侪偏远地区的学校较欠设备。不过，即阵竟然是有一间学校起伫咧沙漠当中，是专门训练学生电脑能力的。有真侪学生一抓远落落去参加短期的课程，望讲会当互找头路较有优势。伫肯亚北部的图尔卡纳有一栋设计正野望有红色挂边建筑物伫咧沙漠当中，伊其实是一间学校，咧回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甲所谓科技知识。There's som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oftware that would edit some music. 无论是用 AI 软体，或者是设网站进行影像设计，这拢是沙漠学校所界范围。因为肯亚真侪偏远地区硬体设施无够，网络通讯也无稳定，不少人选择到沙漠当中来上课，减少缺少设备的问题。学校为自控年设立了后，已经超过680个学生。Having built up a campus like this that offers these chances to do IT stuff and design, it's something really nice that this campus has done. And the other thing that I like about it is we don't get to study for that long. They only give us the skills that are very important at the moment, and
they help us explore the market. 大部分的课程时间差不多是1年。在第一阶段训练结束了后，学生应针对个别需求进行特定技能专业培训，为找头路增加优势。 This level ideally prepares them for the real-world jobs, and so after here, we expect that with many programs that we partners that come along, they would probably be working in different fields, and we also train them in these skills so that they can be freelancers. 不过，肯亚是受气候变迁影响严重的国家之一，这间学校各多伫个沙漠地带，师生挖苦校舍甲学生宿舍的特殊设计，在炎热天气之下拍拼来学。公视新闻杨干报道。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话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